樓上包戶索女友，型男俾人打到嘔，成身酒氣嘅男友唔止俾人打到係咁嘔，仲頭面都受傷。男友為自己咁傷，女友心痛到係咁喊。飲咗好多酒㗎嘛，係咪啊？飲咗好多酒啊！唔係，即係而家佢係飲，即係有飲過酒嘅。係啊。啱啱配啊！話俾人打到尋日凌晨2點幾，佢哋喺旺角一間酒吧拍拖飲酒，但嫌唔夠後，就轉場去登打士廣場另一間樓上酒吧再飲過，仲同隔離台班酒客齊齊玩。點知有人口花花，辣興咗男友，即刻拖女友走。但係一落到樓下間屋企，警方喺樓上吧同附近兜截，但都揾唔到涉嫌打人嘅2個20-30歲男人。